中國超人擁有透視能力，好快就揾到植物怪嘅心臟位置。佢一招噴火彈，令植物怪原形畢露。可能係想慳 budget，鏡頭下一秒就直接切去荒山野嶺繼續打。雖然景突然轉，但動作場面反而更有港產特攝片味。植物怪唔單止會隱身，仲識噴強酸液體。不過雷馬最終使出大絕，一記太陽甲成功將植物怪消滅。唔好意思，後期製作嘅死光特效弱咗啲，但氣勢唔減。敵人冇咁易收手。冰河魔主用髮型屋改裝嘅洗腦裝置控制咗嗰個被捉翻嚟嘅研究員，佢要對方潛入研究所偷走超人設計圖。雖然有一位研究員哥哥仔發現咗佢，但唔知點解竟然完全冇驚動任何守衛。兩人一邊追一邊騎住電單車風馳電掣咁離開基地。之後雷馬 call 齊人馬出動，準備同敵人開拖。溫馨提示各位觀眾，記得揸電單車要戴頭盔。